乡亲朋友，大家安早，我是许丽玲，欢迎大家呢准时的9点半收看客家新新闻，来关心疫情，无论是国外也是国内的情形发展。讲到也个国内的疫情，筹备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，佢去到哪里呢？迄个乡亲朋友呢，筹备人咯，有看到客家新新闻呢，里面所嘅名录直播，就伫筹备人呢主播陈彦祖，就有谈等陈时中指挥官去到桃园嘅客家五讲，也就是云安五讲，鸦片呢就空下来15年，另外来15年呢，先来讲到喎，就因为除了讲。云安五讲鸦片係一個當有名嘅客家五講，鴉片就桃園嘅醒目天氣，鴉片呢有當到嘅客家鄉親家到呢係來作五嘅，用作五嘅安尼來落實，故做桃醒目云安五講附近呢，就有一個海客文化，也就是海洋客家文化。當到鄉親朋友可能就會知道講，客人係唔係需要喺啲山、卡瓦山嘅天氣呢？其實呢，一個海客文化呢，就係亞博嘅一個東島嘅，無論係中央也係地方嘅政府，希望我嚟推動嘅海客文化，希望本行客當然都啲，客家族群呢，唔單止係討卡瓦山嘅素材，其實討海順天氣，沒有一層當10萬嘅客家人，佢哋係意思。5日來落實，先來看到今日嘅其他報紙來關心蘋果日報，鴉片呢就有相關的報道。先來看到陳時中籌備呢同桃園市長蔡文燦，佢哋兩啥啲是乜嘅東西呢？進一步全地位呢來看咯，佢哋數項就係拿定一隻5元，韓國兩三年咯，窮下15年，實到唔知有幾歡喜呢？鴉片呢就有講到，陳時中去到桃園拜訪15年，韓國見陳述企業呢來送嘅行通嘅體檢站，向下來為台灣嘅防疫來向下請一份心力。講到另外15年呢，就係講5年一嘅防疫按做魚丸，鴉片象徵等台灣嘅防疫做到暗好，受到國際嘅肯定。故所呢就用5年按嚟演，當地人寫嘅用嘅呢，代表講係防疫講嘅家庭，另外還有防疫完勝，一個丸呢就係防疫嘅魚丸嘅丸，客話會讀做5年。鴉片講國內籌備新增加1000境外嘅病例，會影響到商務人士開放嘅市場麼？陳時中講呢，國外有600萬嘅確診病例故所對境外落來，其實呢咩無當奇怪，一下國內嘅防疫會千嚴條來繼續來做防疫嘅部分。故所籌備呢，一個大家係千關心講，陳時中也報嘅就係全台灣以內去，強就愛行高嘅，從今邊呢下晝嘅時間，佢睇指揮中心嘅記者會，陳時中佢聽等就去到台南鴉片呢，聽講嘅係禮拜二，佢上班嘅時間呢又會去到台中，帶鄉親朋友先來看到，幾條呢籌備啲桃園鴉片，還有實地嘅物價，公地嘅物價。好食，一好食，都好食。是285件，普種陳時中29下就去桃園雲安五公視察，和親屬來做5件，代表帶領台灣防疫完成。我桃園市長蔡文燦未討順風，向下來食桃園街農特產品。陳時中未見同大家推薦，這段時間是安心討台灣料。台灣社嘅作者好所在，那這段時間出國不方便，那把要出國玩的精神放在台灣玩哈，我想是最要緊的。來到桃園新埔雲安五公嘅觀光唔是鴉片，這裡看到呢鴉片有各種各樣嘅台呢，賣點新奇嘅海產。先前呢見到禮拜6日嘅時間呢，都會有眾多民眾來到鴉片食海產看風景。唔過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嘅影響，就有業者反映講，一個業績係稍微不上下架。一下疫情卡問題呢，所有調價都都希望政府各家來進行帶動經濟。生意是都有影響啊，就遊客會比較少啊，對啊，而且都有管制啊。兩個部分來講哈，在往年來講哈，在這個時期哈，又影響到就差不多就63咯。桃園市新埔區有哈，差不多12公里。你看以永安漁港為中心有哈，北邊有千年早礁，南邊有石門。
就是这百年食府可以当作为来体验的。面对疫情影響台灣經濟，中央推出各種振興嘅做法。當地民眾係講，推薦要豐富嘅生態環境同活化資源，嚟推動旅遊觀光。希望下禮拜政府嚟成立跨付費平台，本採聽人家嚟宣示內個禮拜嘅困難。客家新聞推薦綜合報道。有先看到曹比呢客家新新聞呢直播小組，應該主播陳彥祖，韓國呢應該同仁朋友呢就向下去到遠岸吳江，為大家帶來陳時中指揮官去往遠岸吳江鴉片清醒嘅動態。並且鄉親朋友呢隨時做得好免書號，也就客家新新聞也係有一個免書嘅粉絲專頁，鄉親朋友做得起鴉片起名集站，就帶來到客家新新聞的清醒自信。繼續來關心，曹炳仁呢關於新增加一啲對境外落來嘅亞嘅確診病例，佢係先前2年嚟嘅下就去到俄羅斯，佢去讀書，嗰度亞嘅學生嘅呢同俄羅斯家下就有確診呢。曹炳仁係同亞嘅指揮中心宣布講，佢落來台灣嘅時節，經過聽日半夜採檢輕微確診，鴉片就由接下來繼續來講到嘅。有關亞嘅新嘅確診案例哦，一嚟看到詳細嘅新聞報道。關於連確診嘅團體增加日例，武漢肺炎境外生意病例，全台灣確診人數增加到442例。呢個個案係20外4男性，今年1月喺俄羅斯讀書，2月15開始後練後切，今年開始批唔到每歸新男男。26將台灣日見嘅時，就同突破採檢，雖然採檢結果係陰性，為到現日天津牌採檢將係陽性確診，連埋病人都已經隔離治療。这大家國人也不用擔心，因為它是完全就在我們這樣進來以後那完全的在我們的機場，那直接到集中檢疫所，所以沒有跟我們的社區有接觸。指揮中心講，關於基建連鎖47年冇本土確診個案，檢驗2年未提升，所以對今日開始高級代表用次會檢驗武漢肺炎嘅使用對象，所以就是叫民眾做好自己，全台灣37間集體醫院次會檢驗。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自費採檢，那採檢的處所也由本來的18家增加到37家。另外，最近關於疫情變化頻繁，台鐵同高鐵昨下宣布，自6月初日開始就維持下高距離4頭列車行實動時，但是適配還要同9M帶到轉移，來維護自家同派嚟旅客嘅空氣安全。記者賴淑文將兩相台北報道。接下來呢，對6月初日下個禮拜又係全新的一第二日。接下來有當地嘅防疫規範就會開始變用。新聞頭都會看到啊，接下來松鐵也就係高鐵、台鐵就會開放俾大家的查字地圖食東西。故中呢，鴉片聯合部嘅 A6 版面就講到嘅，保持社交距離，松鐵嘅飲食下個整日也就係6月咧就會解禁嘅。唔過呢，鴉片愛提醒所有嘅鄉親，係講圖查字地圖東西食體咧。提醒大家愛夾夾要同作業咩帶起來，係講查字地圖當檢，也嗰啲查總就做得去千萬人。韓國呢查字地圖一片就會係講愛賣片檔，韓國其實有梅花草，也就按到嘅措施，有可能會參前來實施，也係家下呢啲新聞頭度沒有講到，指揮中心籌備公布下一整日松鐵嘅飲食，為了並用解禁。今日普遍看到下輩聯合報鴉片要針對教育方面，也就係呢亞嘅學生嘅畢業過後，還係要繼續納學貸。接下來納錢嘅亞納貸款呢，亞嘅期限呢做得老易並用哦，也就係呢會對亞嘅業績，係講呢就一整年冇4萬元按呢嘅學生嘅，佢到納錢納亞條學貸嘅市場做得老易並用。對今年嘅8月初一起始，愛並用以前呢，看萬張納嘅期間，大數得嘅標準，本單係講3萬5，唔過一下老亞條錢嘅門檻提高到4萬元，也就係呢一整年係講一下嘅業績冇4萬元嘅，這度呢就做得去申請看萬張為納亞條學貸嘅部分，也係聯合報同 A6 版面也有更多嘅相關消息。繼續來看到。左邊呢就由指揮中心來公布講，因為有當人還係當講講自家係唔係有可能嘅確診病例呢？故作指揮中心出來公布講，武漢肺炎接下來做得自家出錢去體檢嘅，
自由时报鸦片嘅头版面就有报道到，武汉肺炎自家出现嘅起检呢，规天为平庸嘅，系讲有人想爱去验，就做得去验。韩国鸦片照了解呢，差唔多检验100日前，大概系5000到1万元，自家出现就做得去验嘅。鸦片嘅使用对象就包含体育、到其他各地。非常系检疫嘅人，因为呢等前内嘅系讲有亲戚朋友过身咧，非常系普遍同厉害也到社會緊急嘅需求，愛去看佢，冇就去探視嘅，就做得自家出錢去驗。接下來天意嘅使用對象，因為呢你去到外國鴉片嘅親戚朋友過身咧，也係有一種較緊急嘅特殊情形，愛去其他嘅國家，天氣嘅人呢，你做得去驗。第三，工作嘅投入，鴉片因為愛做些原因，韓國第四呢，愛出國去求學嘅民眾。第五係外國，或者係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澳門人士愛對台灣出去，你們做得自家去驗。第六係相關出境嘅使用對象，佢哋為無卡人。第七還有就係其他嘅因素。故種呢，接下來就係講哦，你想愛驗。自家出錢就做得去驗嘅，也係自由時報頭版鴉片嘅作為相關報道。喺我哋進一步我看到一個自由時報其頭內頁嘅版面有講到嘅 A8嘅版面呢，因為大家來看到嘅係有關消費券，韓國嘅振興券，一下國家就當實網上嘅提供。所來政府係愛發振興券、coupon，也係消費券呢，有按多種，一下國家咯就經傳講，有按多乜嘅一種振興嘅做法。像籌備呢，行政院長蘇貞昌佢就去到立法院來做亞洲會期700嘅施政報告，當局呢有當到為國民黨立委就當關心，接下來講嘅振興集團，乃時要開始，韓國用乜嘅方式呢？鴉片咯，一個蘇貞昌佢就有講嘅，唔會發消費券，因為就愛記得先前投前總統馬英九當時呢就有發嘅消費券，故所當時人哋講，一個對經濟成長冇幫助。蘇貞昌講哦，會記得也高興同一個縣市咯記起來，唔會繼續來做到先前就本人高再講做唔好嘅一部分。而韓講嘅，這兩年呢就係本監察院來講，發消費券3600嘅一條錢，對貴嘅台灣國內嘅經濟成長根本就冇幫助，用按呢個方式來掃難前總統馬英九。唔過那時愛開放，那時愛來公布講愛振興券，先前就講哦，係發1000元，希望呢用振興券嘅人用1000元換嚟到3000元嘅價值進來。唔過所來用乜嘅形式，本來係講一禮拜前日就會公布會確定，唔過到一下拜六嘅一禮拜嘅簽名意義，現時還係看起來有並冇也相關嘅消息，可能從國嘅限各位繼續定價一下。簽名我來看到嘅係中國時報，中國時報呢鴉片咪係我來看到 A6嘅內頁。鴉片規版嘅版面呢係作為防疫大作戰嘅相關報道。除嚟講我家下人看到嘅，接下來想喺自家出錢去驗，係唔係自家有確診，也係相關嘅自費採檢全面開放嘅報道以外，而家向前下背地位，我哋看到高雄鴉片呢，差唔多對5年嚟，一直到7年嚟，我有當到現用嘅誤算對海外轉到台灣嚟。故所家條嘅防疫按用嘅牢記數學鴉片當重要。頭一條應用誤算籌備就到位高雄講嘅，韓國呢就提醒家條下算以前要先消毒，韓國鴉片消毒嘅按道做法做到東洋條喎。籌備呢來轉到台灣呢係一條專門去釣油魚嘅誤算按照幾種好，籌備到位前陣唔講嘅。總共有52嘅誤工家條呢頭會選數按檢人員嘅指令下就下來嘅。除咗講有量體溫，韓國用水鴉片來消毒以外，家條就儲定遊覽車去到檢疫旅館嘅。韓國呢送叫我兩隻腳愛下來以前，韓愛頭一嘅先前就準備好嘅消毒水當中來啷嘅，因為就講海嘅那個嘅清下杯呢，讓怕咩會有防疫防唔到嘅素材，嗰種家條呢海鴉片未愛消毒。
指挥中心为了提升边境的防疫标准，入境的员工听从1年迄头已经检疫的检防14年，还有误算呢，头误算当局的检疫人数轻度是做的83人。也安尼个情形就使得到各条误算头也个员工重要嘅速度变慢的动作。迄个无相关的配套措施，强拍鸦片就会减到年。故种呢，强拍迄个有乜嘅任何一则重要的尝试有误导，有限慢呢，接下来又爱出去做一个秋冬5年，一个黄金时期，强拍又会较慢呢。故说一下呢，产业嘅韩国贵嘅产业链，大家动手，影响到嘅唔单止系产业天天，有可能动到意思也产业嘅。向下来作为相关产业链的营业，这条的惩罚未会受到影响。也系中国时报头一篇标题系下的头一台应用误算来到高雄工业片的，还算係以前我先小套嘅相关报道。看睇關於鴉片以前的部分，令大鄉親朋友來看到也國際新聞。國際現時呢，也下全世界確診人數係漸嘅，就愛接近600萬3人呢。鴉片就自由時報報道呢，鴉片係下全世界現時嘅確診人數係587萬卡嘅確診人數。韓國也下到亞洲方面，南韓的疫情加以厲害，因為鴉片呢就講到南韓的婦產物流中心鴉片逼出嚟全期感染，對27到28日2日呢。新增加嘅分扎都超過為國家提出嚟嘅標準50咧，帶詳情來看詳細條位。南韓嘅新冠病毒疫情出現變數，27個日因為清泰天上平台擴編嘅婦產物流中心發生群體感染，今日全國新增加病患有79個人，28日又增加58個病患，連續2日新增加病患能超過國家天天嘅標準50個，本婦產體系嘅居民當受。 다시 코로나가 시작되는 것 같아서 너무 안타깝고 전 다른 있었던 분들도 어쨌든 다 피해자로 日本外界患者睇世界病例接種到少年，只無80個病例係到婦產物流中心本人車道，亦係透過人車道。南韓政府考慮到少年同婦權地區，大家仍係從南韓5500人嘅日本，受理引發第二波疫情。 개팀 간이調查同檢驗。 중앙방역대책본부는 코로나19 치료를 위해 중앙임상위원회의 의견을 반영하여 식약처에 렘데시비어의 해외 의약품 특례 수입을 신청할 계획입니다. 目前基建的物流中心嘅第一件感染病例係一個43歲社會員工，因為之前帶來其同親戚朋友涉案本人車道。 和餐廳感染病毒了後，引發物流中心嘅群體感染。目前已經擴散到其他物流中心同天花客服中心。 내일부터 6월 14일까지 약 2주간 수도권의 모든 부문에서 방역 관리를 강화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. 우선 공공부문의 경우 수도권 지역의 모든 공공다중이용시설의 운영을 6월 14일까지 중단하겠습니다. 目前物流中心大約4100個員工同人客已經進行自我隔離。南韓政府也對規模800以上嘅員工進行病毒檢測，按算清潔實地完成所有員工嘅體檢。當局表示，可謂連續7日農新增加病患超過50個人，將可能個別要求居家行動限制，記者前時同編譯。好，也係南韓嘅部分。 雖然講現時關於疫情下跌要控制下來，不過就像指揮中心講嘅，國際嘅情勢，國際一下疫情還係當厲害，各國現時還係大流行。故所提醒鄉親朋友該要做到嘅，比如講要接細數，所以咩要帶好來，也條經營嘅防疫習慣，要留佢做好些。提醒大家，近邊呢下晝為指揮中心記者會為參前。 1點鐘，也就是呢對本旦2點呢，參前到下晝1點開始來開。提醒鄉親朋友，下晝1點睇睇下個新新聞，來關心疫情的新鮮發展。下晝再會。下個新新聞，下個 live， 本唔新鮮的疫情之新。我係陳彥祖，我係許麗玲。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。 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新鮮發展。請收聽下個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。
随时掌握客家亲情闻。